但是两位环境不幸殉职，加讲拄好是议会总结顺头一天，官员甲议员先默哀1分钟。面对台警夺枪的严重犯罪，虽然17点钟后逮捕嫌犯，议员蔡辉表示，每一摆台警事件发生，威胁社会安全的方法拢无找到，结果也是以警察台湾人的命来保。陪伴内政部长徐国勇爱落台，经质疑所讲的大打严惩，结果是原警开枪被告，无严惩被抬，强烈要求修改警械使用条例来保障原警安全。大概警察是讲爱开枪，爱开枪，非要选爱开枪，标准对啊。大概的时阵，拢讲我要检讨，要修法，修法就对。所以这内政部长爱落台就是这个原因啊，不是拄着警察。英勇抗敌也是组织，爱做通缉犯，细看来讲。面对两位殉职关键，敢会当立中烈士，会长黄伟跳嘛答应将由市警局申请电报内政部同意第档。市长会当立中烈士未？你规定，我来呈报这个好，你要讲你讲。迄个家己员报告，感谢你对这个议题关心了哈。你莫拖时间，会使袂使？我知这个可以，他可以由那个警察局申请到内政部，我们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面对关键被杀害殉职，议员蔡耀辉、蔡秀辉甲李宗成联合质询，拢表达痛心，后续就是检讨人力、装备的增加，加强训练。台南新闻，顾文吉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